来关心花莲有一个1岁4个月大的细汉囡仔，20个时无喘气、无心跳，送上病院急救。医生是发现讲，这个囡仔的头壳哪一就风拍过，认为是脑干功能严重受损，还有脑伤。目前囡仔有生命危险，还搁咧治疗。这医生嘛赶紧通报了后，警方是去甲这亲生老母，还有老母这男朋友，拢带去警察局问话。尾安尼发现讲，调查了后，可能是囡仔爱哭，互大人扇喙皮。那检方调查了后，即马法院已经甲因两个收押禁见。警方登记所查，厝内一直并为客厅、房间到曝衫的所在，内外拢敲吹，逐位都看过，嘛炸股票，甲现场一对证人躯体告案。照保护法跟家暴、涉嫌家暴法，小孩子怎么状你都知道。这对查甫查某真清楚是安怎警方会来。20透早，花莲县公布有一个1岁4个月查某囡仔，拢唔知人无气，互人紧急送医。医师发现细汉囡仔的头重伤，脑中央出血，合并缺氧缺血性脑病变，双边视网膜出血，评估基本脑中央的功能已经严重受损。经过诊断，通报好亲像互人虐待。该宋姓女子及陈姓男子涉嫌于4月19日中午，因陈姓男子拨打电话与宋姓女子时，该女童在旁哭闹，陈姓男子便唆使宋姓女子掌掴女童之脸颊。检方调查，涉案姓宋的妈妈听姓陈查甫朋友的话，涉嫌甲囡仔用来扇喙皮，因为查某囡仔又搁吵闹，妈妈又搁一家动手扇囡仔喙皮，认定两个人涉犯以效法杀人未遂这个罪嫌重大，有逃亡讨口径的顾虑，这理由申请羁押。法院开庭了后嘛，裁定羁押禁见。查某囡仔的生母甲查甫朋友涉嫌加强暴力虐待囡仔，查某囡仔连续几多天抢救，目前病况也真危急。代志发生这侪天，也未脱离危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